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今日主要新聞有：南內華達州衛生局發出緊急警報，有一種強效鎮定劑流入社區。克拉克縣學區公布最新報告，學生停學率有顯著改善。同埋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正全力調查發生喺西區嘅命案。喺進入詳細報道前，衷心感謝各位對頻道嘅支持。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內容，請記得點讚、訂閱並分享。特別提醒微信嘅朋友，若果無法直接點擊訂閱，請點擊右上角嘅點點點選擇，喺瀏覽器中開啟並跳轉至 YouTube App， 咁樣你先至能夠第一時間收到最新資訊。繼續詳細嘅新聞報道。內華達州車輛管理局同相關官員針對自動駕駛汽車嘅規管進行討論。新法規要求所有商用自動駕駛車輛必須接入州政府嘅即時數據庫。對於居住喺15號公路或拉斯維加斯大道附近嘅居民而言，未來見到無人駕駛貨車嘅頻率將會增加。但法規旨在提高意外發生時嘅責任追究透明度。車輛管理局局長表示，目標係喺2026年年中前完成自動駕駛行為數據嘅強制性申報標準。克拉克縣學區公布嘅最新季度報告顯示，全學區嘅停學率下降咗10%。教育部門目前更傾向於以課後輔導代替開除處分。雖然呢個能夠減少青少年喺街頭徘徊嘅風險，但部分前線教師反映課堂管理嘅壓力因此有所增加。學監辦公室強調，呢種修復式正義嘅政策已初見成效，未來將增撥資源支援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南內華達州衛生局向全克拉克縣發出緊急公共衛生通告，當局發現一種名為美托米定嘅強效鎮定劑已經流入市場，其藥力比一般嘅動物鎮定劑強200倍。衛生官員警告，呢種藥物通常混入芬太尼中，即使攜帶納洛酮，亦都無法逆轉其藥效，極容易導致呼吸抑制而死亡。醫護人員受促喺救治過量服藥者嘅時候，需保持高度警覺。拉斯維加斯市議會確認，藝術區內位於 Charleston 以北嘅路段將會暫緩執行停車收費。目前 Arts District 核心區域嘅收費仍然維持喺每小時$4。居民可喺上晝11點至下午2點享用免費午餐泊車時段。市議員表示，正喺度研究恢復晚上6點後嘅免費泊車，並計劃為區內員工提供每月$10嘅停車優惠許可證。拉斯維加斯大都會警察局正加強巡邏東谷地區，特別係 Robindale 沿線嘅棄置車輛問題。呢啲遺棄車輛不但縮窄街道，更容易成為非法露宿者嘅聚集點，對附近居民出入造成困擾。警方建議居民利用官方網站嘅系統進行舉報，執法人員承諾會喺接報後72小時內進行標記或者拖走。內華達州州務卿辦公室發佈嘅最新統計顯示，今年1月份全州共有超過8000間新公司成立，商業活動嘅持續增長為本地帶嚟咗更多服務業同物流業嘅就業機會，州政府嘅稅收亦因此增加，未來將有更多資金投入當地嘅基礎建設。警方正調查一宗發生喺西區 Broad Street 公寓內嘅命案。事發地點鄰近 Charleston 同 Decatur 嘅繁忙路段，受害者被發現受鈍器傷身亡。目前大都會警察局兇殺組正全力搜捕嫌疑人，並呼籲知情市民提供線索，搜查路段可能會有臨時封鎖。拉斯維加斯聯邦法院正審理一宗涉及350萬張假優惠券嘅案件。一名女子已經承認控罪。呢類案件導致各大連鎖超市加強咗驗券程序，提醒居民切勿喺網上購買來源不明嘅廉價優惠券，以免觸犯法例或者遭受詐騙。內華達州國會議員迪拿泰特斯正促請相關委員會打擊非法博彩平台嘅事件合約，此舉旨在保護內華達州受監管嘅博彩業稅收，防止外來平台規避本地博彩法規對賽事結果進行對賭。根據最新嘅研究排名，內華達州嘅教育程度喺全美位列第46位，
呢項數據可能影響大型企業遷入拉斯維加斯嘅意願，長遠影響本地物業升值潛力。州政府表示，將喺嚟緊嘅學年增加撥款，以提升學生嘅畢業率。錫安國家公園嘅知名路徑 Angels Landing 將喺聽日早上8點開放3月至5月份嘅許可證抽籤，有意喺春季前往行山嘅居民需通過 recreation.gov 申請，現場並唔提供補辦名額。今日所有新聞已經報告完畢，最後再次提醒，如果你覺得內容實用，請務必點讚並訂閱支持。微信嘅朋友請記得跳轉至 YouTube App 進行訂閱，以免錯過我哋每日嘅更新。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創作嘅最大動力，多謝大家支持，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